各位 Now News 今天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今天呢，这个疾管署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命令，就是从今天开始要实施人流管制啊。那势必对一些观光景点来说影响相当的大，所以今天就特别带大家来直击啊士林夜市。首先呢，我们要先访问到这个士林老街商圈的这个协会理事长苏文山理事长，理事长你好。好，想问理事长几个简单的问题啊，就是自从年后到现在啊，你觉得这个疫情对士林夜市的影响怎么样？从今年的大年初二到现在，我们士林的那个来客量就是每况愈下，掉了超过70%左右。然后这次的疫情对我们摊商店家影响蛮大的。那未来疫情什么时候会趋缓？商家跟摊商的都是抱着比较悲观的态度。所以说目前我们士林夜市商圈来客量掉了70%。那现在政府说要有那个人流管制的措施，其他商圈比较好管制。我们士林的话，出入口至少有12个，从剑潭捷运站到士林捷运站都有许多路口可以到士林夜市里面。所以说要人流管制方面的话，困难度很高。然后我们这边又是住商混合，有些是住家，我们没办法阻挡住家说你不要从这个通道回家，我们没有那个公权力啊。然后现在来客量也不多，所以说应该是之前受到那个清明连假的时候，那个垦丁跟台南的夜市商圈那边好像人潮太拥挤了，防疫中心会觉得说要超前部署，所以说才有这个夜市商圈管制人流这个措施。可是我们北部其他我知道的所有商圈，应该目前来客量都还不是说很多，人潮也不会说造成拥挤啊。然后现在我们的店面桌椅的话，我看一些顾客都是至少隔一个桌子的距离在用餐啊。然后市场管理处还有商业处也规定，店家跟摊商从业人员一定要佩戴口罩啊。然后来夜市的消费者也都有佩戴口罩。我是觉得说，应该目前的话，防疫的话，现在目前算在商圈来讲算是蛮安全的。所以理事长，你们会觉得说，你们已经是有在疾管署下达这个命令之前，就已经有开始着手做这种自主的防疫？有，现在我们每个星期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有派那个消毒单位来消毒，每个礼拜一、礼拜五都来消毒啊。然后消毒药水的话，我们那个在地的民意代表都有无限量供应我们店家摊商去取用那个消毒药水啊。然后现在市场管理处每天每个人配2个口罩，供他们使用。所以说我们口罩的数量都够用，所以说口罩消毒还有那个防疫这方面的许多措施，我觉得说我们台北市做得蛮不错。那你觉得这个人流管制啊，就是虽然你们已经有提前就准备好这些东西了，但是在他下达这个命令之后，会不会再减少一些士林夜市的来客量跟流量？现在差不多剩30%的来客量而已啊，应该也再减少没多少可以减少了，少不下去了就对了。那未来疫情趋缓之后啊，可能现在因为很多疫情影响，都有名的商家甚至都收掉不做了，做不下去嘛。那等疫情减缓之后，你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士林夜市复苏，或是其他商家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吗？我们士林夜市主要的客群来源就是35岁以下，然后学生、年轻族群居多。疫情趋缓的时候，我们商圈会比其他商圈恢复得还快。对，谢谢会长。好，那刚刚我们听完这个理事长说的，其实现在呢，好像确实人潮上减少了很多，车都可以这样进进出出来去自由在徒步区了。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的时间是傍晚的5点38分哦。应该照理说这边人要很多，可是好像看起来还好。我们去问问看商家的反应到底怎么样，好不好？走 ，Go Go！ 想问你一下，你知道今天疾管署有宣布一个新的东西叫人流管制吗？新闻有报。那你觉得这个人流管制会对你的生意再造成影响吗？本来就没人了。现在有影响到多少？有比过去来？有啊，就是疫情开始，就是已经开始没人。
少到5成以上？超多。谢谢你，谢谢。那想问一下，你知道说今天疾管所有宣布说有一个新的人流管制的东西吗？哦，我还不太清楚。你还不清楚是不是？那你觉得这会影响到你们吗？就你听起来是不是会影响到你们？会啊，感觉一定会，因为现在目前疫情就已经影响到了，那你生意有减少很严重？非常非常严重。有大概有5成以上吗？有超过5成？超过大概9成了吧？超9成是不是？对啊，因为现在几乎都没有人了。 OK， 好，对谢谢你，谢谢。你知道今天政府有宣布一个新的东西叫人流管制吗？什么叫人流管制？就是他们会限制座位啊、排队的距离啊、口罩要佩戴什么，就是比较强烈的要求控管出入口之类这些。哦，有你知道吗？知道。那你觉得这个还会对生意再造成更大的影响吗？会啊。那现在生意这么差，你们有什么方法应对吗？啊？现在生意这么不好，你们有什么方法来应对吗？我们都在硬撑啊。都在硬撑。对，硬撑啊，都亏钱啊。大家都要亏钱，有一个礼拜做2天而已。所以你觉得，那你们是受到影响，大概受到多大的影响？5成、7成吗？影响到9成啊。9成了，是不是？就是这边人都比过去少很多。都没有人啊，你看都没有人啊，都晚上都这样啊。那你觉得平常照理说礼拜5的晚上这个时间，礼拜天、礼拜六都没有什么人。以前的话应该要都满。以前还有人啊，现在都没有人啊。现在都没有人了。过年以后就慢慢就没有人了。到现在越来越少的。对啊，你看现在都没有人啊，每天都这样啊。所以都还是硬撑。大家叫苦连天呐。哦。真的啊，不会骗你啊。我知道，了解。大家都亏得很惨了。OK， 好，谢谢老板，辛苦了，谢谢。对，那你觉得这还会对生意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吗？不会，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已经就很严重了，就是你不会再更惨的就对了。会更惨。哦。宣布那个不会啦。哦。哎，就防疫的不会啦，本来就是没有人潮。那现在有比过年前还要少多少的人潮吗？少了，剩下1成。剩1成了，也是影响9成左右。对。那未来你觉得还会再更惨就对了？这是未知数，不知道，要看疫情呐。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方法，就是硬撑继续做就对了。只能这样喽。哎，辛苦了。平常这个时候这里应该要有很多人吗？对啊。都是满的，都。是啊。现在就比较惨这样。是啊。谢谢啊，辛苦了。知道今天有宣布一个新的叫人流管制的措施吗？不晓得哦。那现在生意有跟过年前比起来影响到多少啊？哦，8成以上是不是？平常这个时候礼拜5的5、6点人应该有多少啊？照理说，这样都比较正常啊。都是应该有很多人满的，几乎满的就对了。对啊。所以现在是硬撑勉强在做。对啊。就想问一下，你知道今天有宣布一个新的政策叫人流管理吗？就是可能会管制一下，就是摊商的出入口啊，或是一些人潮排队的间隔距离之类的。这个应该在外面，这边没有人，你放心好了。到你营业时间吼，我跟你讲，7、8点的这边还是没有人。就是比过年前还要差很多吗？根本就是1/10的人都不到。9成影响就对了。9成以上。9成以上。照理说这个时候应该要有多少人？现在时候到这个时候人还蛮多的啊，大概以座位来讲哦，以现在5点半来讲，大概有1/3的座位的。坐满。不要说过年了，平常日也没有那么差。平日也是应该很多人，对不对？也没有那么夸张，这是因为那个的关系，其实都没有人，真的没有。那你们有什么因应的措施吗？就硬撑在做？没有啊，收了啦，你没看都收了，都收了。很多都收掉了。我今天做一做也收了。辛苦了。我也收，你们看我都没有摆东西，都摆假的，因为收了，收了。辛苦了，谢谢。没有人那怎么办啊？现在真的是5、6点吗？好夸张，真的都没有人呢。问一下，你知道今天有实施这个新的措施叫人流管制吗？政府宣布的。我不知道哎。就是它会限制一些夜市的出入口啊，或是座位排队距离要戴口罩这些的。真的假的？那政府宣布的这种人流管制的措施啊，会限制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会不会影响你出游的欲望？观光景点都有。不会啊。不会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管制很好啊，可是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还是要出来一下。所以如果加上这个管制的话，我就觉得会安心，比较安心吧。你觉得大家都有做好安全措施的感觉？对。那你觉得现在这种时候，就是上礼拜有很多人都有出去外面玩，你知道吗？清明连假的时候，那你有什么想法？我就觉得虽然出去玩不是不好，只是这个时候还是少出门比较好啦。虽然我刚刚说还是要出门，
只是我觉得为了清明连假，然后又这样子跑出去玩就不太好。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对，这样子，因为这样又变成人太多聚集在一起，很容易感染，我觉得不好。 OK， 好，谢谢你啊，谢谢不客气谢谢。你知道今天政府有宣布新的措施，叫做人流管制吗？有，那这个人流管制，你知道大概是管制些什么东西吗？就是不要太急了。那它会影响你出游的欲望吗？多少是会的。多少会是？对。那你知道上个礼拜有就清明连假的时候啊，不是有很多人都有一窝蜂的往南部跟东部去吗？对。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觉得尽量不要出去那么人，不要对，如果人潮太挤，就尽量避开那个人超级的时段。那你觉得这个措施大家看起来配合的怎么样？会配合的还是会配合啊，可是有些情非得已的状况还是得要出门。不得已的状况。对，如果要出门，还是我要把它带起来。这个新的措施叫人流管制嘛，今天宣布的。不知道是不是？它就是会管制一些可能出入口啊，或者口罩佩戴，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间隔。捷运吗？不是，是所有观光景点的。我不知道这件事。那知道了之后，像我刚刚告诉你，会影响到你出游的欲望吗？不会。不会吗？为什么？就是该出门还是会想出门，因为对，就是想出门还是会出门。怕就是还闷在家里。对。那我问一下，就是你知道上个礼拜有那个清明连假的时候，有蛮多人都有出去玩的，对不对？到南部跟东部那边去。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今年只有那几个，所以才会造成那些地方会变得跟台北喜欢去南部玩这样。所以，当然大家很多人在骂说那些人好像应该要好好待在家里，可是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办法避免说假期就让大家都一定要待在家里，对，就是尽量减少就好了。因为也没有办法规定，因为大家还是会想出门，对。政府的措施叫做人流管制吗？不太知道。不太知道，就是它会管制一些店家、商摊跟观光景点的出入口什么的。那你知道之后会影响你出游的欲望吗？还好。还好是不是？对。那你知道上个礼拜不是有那个清明连假，有很多人跑南部跟东部去玩吗？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就其实如果防疫措施都有做好，就没有什么影响吧。觉得待在家里反而很，就是因为你待在家里面，就是也是会闷着。如果说出去外面都有确实戴口罩，防疫措施都有做好，那其实出去玩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那你觉得政府现在的防疫措施你还满意？还蛮满意的。对。